後尾再見翻個女嘅時候咧，佢已經插晒嗰啲呼吸機啊、喉啊、幾十樣儀器咁樣。明明尋日佢仲喺度行嚟行去喺度玩唔同嘅玩具，但係今日佢就要插住機器先至可以生存到。我係 Shelly，我有兩個女。我嘅細女晴晴係 B 型腦膜炎雙球菌嘅截肢幸存者。我記得嗰陣時係佢2歲半嗰年，有一日佢突然間發燒。咁但係作為兩個女嘅阿媽會覺得都應該係好平常啫。咁小朋友間唔中發燒都好正常，可能啲傷風感冒。咁但係過咗幾個鐘咧，佢都係啲高燒未退。然後嗰晚咧個身開始出好多紅疹，咁我知道，哎呀，瀨嘢。後尾醫生話咧，嗰一啲其實係出血嘅瘀斑。咁我即刻打電話俾我嘅兒科醫生啦，平時睇開嘅。之後我哋又去咗醫院，去到醫院咧，啲醫生護士咧做咗一大堆嘅檢查，又講咗好多專業名詞咁。我個腦咧開始輕機嘅。因為我喺度諗下乜唔係普通嗰啲傷風感冒啫咩？點解好似咁大件事嘅？後嚟隔咗個零鐘，醫生同我哋講話晴晴可能係腦膜炎。我腦一片空白，我唔係完全清楚咩係腦膜炎啦，但係我諗個情況應該係好嚴重。後尾再見翻個女嘅時候咧，佢已經插晒嗰啲呼吸機啊、喉啊、幾十樣儀器咁樣。明明尋日佢仲喺度行嚟行去喺度玩唔同嘅玩具，但係今日佢就要插住機器先至可以生存到。醫生話腦膜炎嘅雙球菌咧有唔同嘅菌型嘅，咁最嚴重咧係可以感染之後24個鐘會死。就算捱得過啦，你都係有機會有其他嘅併發症、後遺症，可能要截肢或者睇唔到嘢、聽唔到嘢咁樣。咁咧，醫生一邊好努力喺度解釋，其實我好想去聽嘅，但係我聽唔入耳啊，因為我專心唔到啊。我覺得嗰個無力感好大，但係同一時間我同自己講，我一定要撐住，因為我仲有個大女。同埋晴晴要我照顧。過咗幾日咧，其實晴晴佢個情況有好轉嘅，但係好快跟住就話有敗血症，佢嗰啲四肢嘅血管咧都已經俾石菌感染咗。咁其實做人父母咧都一定會幻想過自己啲仔女將來可以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啊，或者建立屬於自己嘅家庭啊咁。咁所以當醫生同你講話，一定要截肢先可以保住晴晴條命。後尾咧，晴晴嗰幾年有翻發過2次嘅，每一次病發嘅速度咧都係好快嘅，好突然。所以我一直希望，如果可以有疫苗嘅話，我就唔再需要承受呢啲無助啊、恐懼啊。晴晴細個嘅時候咧，冇特別覺得自己同其他人有咩唔同，但係當佢慢慢大個啦，就開始注意到，然後就會越嚟越自卑。但係佢好積極生活，佢揾到佢自己中意做嘅嘢，所以我好想同人分享呢個故事，因為我覺得呢個世界上唔係淨係得我哋經歷緊呢樣嘢，我希望可以俾到一份力量。其他特殊小朋友嘅家長，更加重要嘅係鼓勵大家同醫生討論，俾小朋友接種 B 型腦膜炎雙球菌嘅疫苗。